大家好，我係 KK，而家會同大家分享中醫知識。首先多謝榮川愛心基金嘅贊助，同埋中醫機構寶順堂，同埋張玉如中醫師協助製作呢條片，等各位學習相關嘅知識。如果對內容有唔清楚或者唔明白嘅地方，建議你去諮詢專業人士啦。今集講解嘅係陰陽論同埋八綱辨證。陰陽論係點嚟嘅呢？話說古人透過觀察，發現一座山俾太陽照射嗰一面呢係光明嘅，而另一面係陰暗嘅，因此產生咗陰陽學說。陰陽論同日常生活有咩關係呢？首先，陰即係夜晚，係我哋休息瞓覺嘅時候。如果夜晚淨係掛住打機，唔瞓覺，人就會好攰啦，最後都好容易病。日頭就係活動同工作嘅時候，好似係做運動，係好重要㗎，唔做運動就會變肥，亦都會好容易病。而陰陽平衡都好重要㗎，唔可以失衡，一失衡身體就好容易發病啦。而八綱辨證即係表、裏、寒、熱、虛、實、陰、陽，係中醫診症嘅時候，利用望聞問切配合八綱分析病情，以及總結診斷，最後選擇合適嘅治療方法，等身體慢慢復原。假設你患咗感冒，咁啱朋友都患咗感冒喎，唔使睇醫生啦，我呢個處方好有效，拎去執藥啦。咁樣係唔得嘅，因為每個人嘅體質都唔一樣。中醫係針對病人嘅狀況嚟處方嘅，明唔明白呢？再見。